嚟到第一階段嘅最後一個目標，就係可以正常咁樣行路。首先呢，我哋要持續咁樣練習翻膝頭嘅活動度啦，同埋加強翻四頭肌嘅功能，然後循序漸進咁樣減少用拐杖去幫手行路。另外，我哋都可以做平衡力練習，加強翻身體可以承受自身重量嘅能力。第一個動作會係身體轉移重量嘅練習，主要係想喺可以控制嘅範圍挑戰受傷腳承受到重量嘅能力。之後嘅動作呢，都係訓練緊單腳嘅平衡，不過有好多唔同嘅版本，可以根據唔同嘅程度去訓練。可以喺單腳平衡嘅時候，同時加入頭轉、合埋眼，又或者喺唔穩定嘅表面上面做。每次做15至30秒，做3至5組。如果當個質量下降嘅時候，就可以休息，避免 overtrain 去令到受傷風險增加。我哋都可以用細小嘅障礙物幫手，慢慢步操嘅形式去學習返行路嘅姿勢。最後一個動作呢係倒後行，我哋可以用到跑步機啦，或者空地。倒後行嘅好處呢，就係可以改善到膝關節嘅本體感覺，同埋對膝頭嘅壓力呢係相對較低嘅。我哋建議每日行5至10分鐘。